新北市是这个疫情上严重的所在，消防署邀请到国防部和各县市的消防局调人力加救护车支援。目前已经有140台救护车、280人，等候地方提出需求，随时会当出动，增加救护量。上的高级救护机支援。消防员甲国军2个人一组，斗穿防护装备，对头到脚拢爱包好白，准备要送确诊者去病院。我们75%的酒精去我们车子上做个基本的清消。对病院转来了后，救护车爱彻底消毒，烫防护衫也爱洗日，每烫一项手就爱消毒一届。因应新北市确诊人数大量抢关，国军第2阶段消防防疫勤务训练，12伫咧新北的海山分队正式登场。我们每天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，配合消防局的作业时间，那以1车2人次的一个方式来协助地区卫生局消防队来执行后送的一个作业。伫惊疫情会伫军中扩散，国军登去军营内底拢爱落实自主健康管理。新北市消防局是表示，这阵救护的量能要有够。那在整个确诊案例破万例以后，那每天的这个勤务量大概一般的救护超过500趟，那在确诊案例的部分超过200趟。那对我们的救护量呢，当然是很沉重的负担哈，但是目前我们的量能呢是足够的。那目前全新北有108部的救护车在执行这个防疫勤务我们还有70部的载看车，还有12部的备用救护车还没有投入消防署表示，即摆已经向各地调140台救护车，280位国军官兵。未来只要地方有需求，拢会当向后备指挥部提出申请，即时来加入救护的工作，也会看疫情状况，搁再增加人力。记者阿敏清曾派文，新北报道。